由安中商圈所规划招商的年会期节，虽然是头一档，不过伫公所的协助，已经邀集120个各式各样的单位相当热烈，都希望持续打响安中商圈的招牌，重要是创造在地商机，而且是愈暗愈热烈。我们今年2月12到2月15，在台江地景公园，就是新福大道，有举办一个年货市集，在这边邀请大家可以一起来参观。我们这边的年货大概有1/3都是属于年货类，有2/3是我们在地的食品，可以大家来这边吃吃喝喝玩玩。那也会跟大家说，我们这边会越夜越美丽。开幕头一天，伫人西甲在新雅的座顶，就已经是热烈滚滚。议员郭信良顶平台马来为团商高管推荐办年会，唔免走外地，来安南区的有。那这个商品非常的好吃啊，有牛杂饼，又有这个葱油口味，非常适合啊在家过年跨年期吃这个饼，也可以去送一些亲友分享。欢迎大家来这边高官，新年快乐！迎接农历过年，也未传好年会民众会当把2月12到15上午11点到暗时9点，除了有好食好啉，也有乐团轮流演奏、街头艺人的表演。2月15最后一天，也有摸彩当头去，有机会将65寸的电视顶大奖砸登去。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。